接下来还是邀请圣歌队。已到大卫之城，也就是名叫伯利恒的地方，要和他所娶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，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。神灵安慰世人。
伊在在唱歌，天使伫旷野对各样的报好消息，讲无得惊，我报恁大欢喜好消息，互恁甲众百姓，就是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，伊就是救主耶稣基督。有记号对恁显明，恁要看见。伊用布包困伫马槽里。恁要看见阳光变满，上帝囝出世，阳光归伫至高上帝，地上和平归伊所欢喜的人，阳光归上帝，归至高上帝。
地远远朴树看见金车光影影，有欢喜欢喜的声。团保君王今日降世，有金星出对天庭安排，团保5万互通世界。早时先知参与，但已经显现，就是有一个婴仔要赏赐互咱。伊要负担国政，掌权全人类。伊要称作奇妙大魔师，全能上帝，永远伫地天父，永远伫地天父。花
来，唱荣美奇妙圣诞歌，充满赞美、尊崇的圣诞之歌，来向以色列君王唱赞美诗歌。我们齐来虔诚崇拜，欢唱赞美我主天国君王，今日降生，基督救主君王，今日降生。